六四嘅事件係發生咗已經好多年，國家喺各方面嘅發展得到驕人嘅成就。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嘅發展會作出客觀嘅評價。我嘅意見就係代表香港人整體嘅意見，佢點可以代表我？強姦民意，良知可以出賣嘅咩？自悔輕佻講錯話，淚你哭泣聲熱啞。只可忍孰不可忍？原諒了我諸般錯，我願意為此致歉嘅。快回家。我哋要離場抗議。恨你多多假說話，恨你口多心太花。經濟搞得好就可以唔承認殺人。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咗分享利益，係咪就係應該埋沒良心呢？氣難下，居然係話要代表香港嘅一般市民，因為佢認為呢個係香港一般市民嘅心聲。你點可以代表我？我要求特首收翻呢句。坐低，佢冇資格做我哋特首，良知可以出賣嘅咩？就夢煙消不堪記，只可忍孰不可忍？望你將歌寬恕吧。我剛才喺議會裏邊講，我嘅意見代表香港人嘅整體意見，的確係用詞有問題嘅，呢個並非係我心裏邊所講嘅意思。我淚流下。如果有人對我頭先所講嘅發言係產生誤解嘅話咧，我願意為此致歉嘅。你翻嚟啦！我唔翻。我哋要離場抗議。你唔翻嚟，我做人仲有咩意義呢？我絕對係無意認為我嘅意見能夠代表所有香港人嘅意見，我願意為此致歉嘅。你誠實拆咗我歸家去，快來吧！我諗香港人應該自己出聲。